日头落山，联合服务中心的柜台也拢全人。台南市政府伫1979年9月初9设立马上办联合服务柜台，是当时各县市政府当中为部分之一为民服务的施政措施。 电影《梁山伯甲祝英台》伫早期台湾轰动一时，因为台北市当时人口嘛才100多万，票房竟然高达70多万张，反串梁山伯的领跑演艺生涯因此登上高峰。但是1991年，伊决定要卸下戏号，投入人生舞台，告别公演，为伊表演事业做一个完美的结束。 30冬来第一次回去故乡，72岁施老先生寒到大包细包，有后生陪坐船回去。冲行轮会当载320名的乘客，是30冬来第一只以探亲的名义间接航向中国。真侪老兵当年是坐军舰随政府迁台，1988年9月初9总算会当坐船回去探亲。